歡迎來到講天講地講半生。人啊，活到一個年紀，好似什麼都睇淡咗，但有兩樣嘢始終放唔低，一樣係面子，另一樣就係親情。尤其當呢兩樣嘢搞埋一齊，變成你一世嘅驕傲時，你以為嗰樣係你晚年最堅實嘅依靠，點知有時最讓你驕傲嘅嘢，反而會變成插向你心口最深嘅把刀。今日呢個故事就由一場天大嘅榮耀開始，最後卻以一個令人心碎嘅騙局收場。以下係吳金鳳阿媽嘅自白。我叫吳金鳳，今年72歲。喺九龍城街坊鄰里眼中，我係一個有福氣嘅阿婆。淨係一個仔好爭氣，自己開公司喺將軍澳住海景大單位。孫女更加爭氣，今年考咗入人事務嘅港大醫學院。我呢一世冇咩大成就，就喺九龍城街市隔籬開咗30年小食檔，賣魚蛋、豬腸粉，一個人湊大個仔。老公走得早，我一個女人家，天光未光就起身熬湯、搓魚蛋，油鍋入面嘅熱氣熏黃咗我張臉，亦都熏硬咗我火心。嗰陣時淨係一個念頭，再辛苦都好，都唔可以委屈個仔，一定要等佢有出息，喺香港呢片地方紮穩腳。所以當我個仔自豪住筆挺西裝，開住豪車，同我講馬，我成功咗嘅時候，我覺得呢一世所有嘅辛苦都值咗。我將小食檔頂咗出去，搬入個仔喺將軍澳買嘅海景單位，每日喺陽台種花整草，見到人就笑咪咪講起我個仔嘅公司、孫女嘅成績。嗰份驕傲係我晚年生活入面最暖嘅太陽。嗰日就係我人生最驕傲嘅一日。志豪打電話過嚟，把聲興奮到唔似平時。佢話：媽，天大嘅好消息，欣如，我哋屋企欣如考咗入去啦，係港大醫學院啊！我拎住電話，隻手都喺抖，眼淚一下子就衝咗上嚟。港大醫學院啊，我哋吳家要出醫生啦！呢個可係光宗耀祖嘅大事。我好似見到過身嘅老爺子對住我笑，我對住客廳入面佢張相，合埋手拜咗又拜，嘴入面喃喃自語：老頭子啊，你見到未？我哋孫女有出息啦，將來喺香港做醫生，體面到不得了。志豪繼續講：馬，咁大件喜事，我哋一定要好好慶祝下。我已經訂咗尖沙咀最豪華嘅海景酒樓，訂咗20圍，要請晒所有親戚朋友，我嘅生意夥伴，等大家一齊開心，亦都等欣如風光下。我一聽，開心到直拍大腿，對，應該嘅，一定要風光。喺香港，我哋都要等人家睇下，我哋吳家有出息。掛咗電話，我坐喺沙發度，心仲喺乒乒跳。個仔咁有心，我呢個做阿媽嘅，亦都唔可以少加。孫女讀醫學院5年落嚟，學費、生活費、語文書，樣樣都使錢。喺香港讀書使費唔低㗎，我要替佢哋分擔下。我打開床頭櫃最深處嗰個上咗鎖嘅抽屜，拎出一個鐵盒，入面係我嘅全部家當，一本銀行存摺，記錄住我呢幾十年喺小食檔嘅辛苦。前幾年我將元朗嗰棟冇人住嘅舊唐樓賣咗，加埋自己嘅啲積蓄，湊咗個整數。我諗住呢筆錢本來就係留俾佢哋父子倆嘅。而家就係最好嘅時候，我記下學費1年就要10幾萬，生活費1個月都要幾千。我決定拎出30萬，呢個唔係小數目，但為咗孫女嘅前程，為咗我哋屋企嘅面子，值得。我想象住喺宴會入面，擋住所有賓客嘅面，我將一個厚厚的紅包交到欣如手上，同佢講：阿媽撐你，將來做個好醫生。嗰個畫面應該幾體面，幾令人羨慕。喺尖沙咀嘅海景酒樓入面，我哋吳家都可以揚眉吐氣。之後幾日，我忙到冇停手。我去銅鑼灣嘅百貨公司揀咗一件自己從來唔捨得買嘅紫色絲絨旗袍，又去附近嘅理髮鋪整頭髮。每次喺鏡入面見到自己，都覺得張臉嘅皺紋都舒展開咗，人都年輕咗10歲。我甚至提前去銀行將30萬現金拎咗出嚟，厚厚的3大疊，我用一個大紅包袋分裝好，沉甸甸嘅，
嗰係我對孫女未來嘅期望，亦都係我一世驕傲嘅重量。升學宴嗰日，我着住新旗袍，由專程過嚟接我嘅志豪扶住，走入尖沙咀海景酒樓金碧輝煌嘅大廳。落地窗外就係維多利亞港嘅靚景，現場氣氛好熱鬧，有鮮花，有氣球，仲有舞台上祝賀吳欣如同學金榜題名，順利入讀港大醫學院嘅巨幅公布條，睇到我眼眶發熱。志豪將我安排喺主桌，靠住落地窗，笑住話：媽，你今日係主角啊！等大家都睇下我志豪嘅馬幾體面。我笑得合不攏嘴，但坐低之後，周圍望下，心入面慢慢有啲唔對路。嚟嘅客人好多都係生面口，佢哋住得好講究，唔似我哋屋企啲住喺元朗、九龍城嘅老親戚，反而個個西裝革履，手入面拎住平板電腦，嘴入面講嘅都係咩項目、融資、上市、跨境生意。志豪同新婦麗珍就好似兩隻花蝴蝶喺呢班人入面穿梭，成臉堆笑，敬酒寒暄，比起對我哋呢啲親戚，仲更加熱情。我隔籬坐住我嘅老鄰居阿慧嬸，佢以前都喺九龍城街市開檔，拉住我隻手細聲話：金鳳啊，你個仔真係好犀利，喺香港混得咁好，知嘅朋友都係大老闆㗎。我嘴入面笑住應承，心入面卻有啲唔舒服。呢個唔係欣如嘅升學宴咩？點解感覺好似我個仔嘅生意應酬場面？喺咁高級嘅海景酒樓，講嘅卻都係生意，一啲都冇升學宴嘅溫暖。麗珍間中會過來，佢拉住一個肥肥地、戴住金頸鏈嘅男人到我面前，熱情介紹：黃董，呢個係我家婆，我哋屋企嘅大功臣。冇佢喺九龍城開幾十年小食檔，就冇我哋志豪今日。然後又轉頭對我講：媽，呢個係黃董，志豪最重要嘅生意夥伴，做跨境貿易嘅，喺香港好有名氣㗎。嗰個黃董皮笑肉不笑咁望咗我一眼，點咗點頭。麗珍又拉住佢去同其他人應酬。我留意到麗珍同嗰班黃董李總講嘢嘅時候，把聲都提高咗8度。佢指住舞台上嘅布條，誇張咁話：係啊，我哋屋企欣如嘅智商完全遺傳咗佢老豆。我成日話佢哋父女倆，一個志做生意，一個志讀書，都係天才。將來欣如喺港大畢業，做咗醫生，我哋屋企喺香港就更加穩陣啦。嗰把聲唔似一個媽媽發自內心嘅驕傲，反而似一個急住推銷自家產品嘅銷售員，充滿刻意同誇張。我火心莫名其妙沉咗一下，我嘅目光開始喺人群入面尋找今日真正嘅主角，我嘅孫女欣如。佢着住一身靚靚嘅白色洋裝，坐喺主桌嘅另一頭。但我望咗佢好多次，佢始終低住頭，細細口撥弄住碗入面嘅飯菜，張臉有啲蒼白。佢冇笑過，一次都冇。嗰張年輕嘅臉上冇一絲考咗港大嘅喜悅同興奮，反而寫滿不安同驚恐。我心入面好納悶，呢個細路仔係點樣㗎？係太緊張定係唔舒服？我招手叫佢過來，佢猶豫咗一下，慢慢挪到我身邊。欣如啊，點解唔開心？係咪攰咗？我心疼咁摸咗摸佢個頭。佢抬起頭望咗我一眼，嗰眼神好複雜，有愧疚，有掙扎，仲有我睇唔明嘅哀求。佢嘴唇動咗動，想講咩？但呢個時候麗珍走咗過來，笑住拍咗拍佢個肩。欣如，發咩呆啊？鄭叔叔佢哋等住同你敬酒啊，快啲過去。佢哋都係香港嘅大老闆，將來對你有好處㗎。欣如嘅身體僵咗一下，似個木偶咁，被麗珍推住走向另一圍台。我望住佢嘅背影，心入面嗰種唔對路嘅感覺越嚟越重，似一塊濕棉花塞喺我胸口。呢一切都太唔正常咗。宴會進行到一半，司儀拎住麥克風，用好高嘅聲音喊：各位來賓，接落嚟，請大家用最熱烈嘅掌聲，歡迎今日最偉大嘅長輩吳金鳳女士上台，為佢優秀嘅孫女頒發一份特別獎勵。掌聲雷動，我深吸一口氣，將心入面啲亂七八糟嘅念頭壓落去。或者係我諗多咗，今日係我哋屋企嘅大喜日子，喺咁高級嘅海景酒樓，咁多貴客喺場，
我唔應該胡思亂想。我扶住張台企起身，鬆我個手袋入面拎出嗰個準備咗好耐、沉甸甸嘅大紅包。呢個係我俾孫女嘅祝福，亦都係俾全世界睇嘅。我哋吳家嘅底氣，係我喺香港幾十年辛苦嘅證明。喺眾人嘅注視下，我一步一步走上舞台。燈光打喺我身上，有啲刺眼。透過落地窗外，可以見到維港嘅夕陽，靚得有啲唔真實。我見到台下個仔志豪同新婦麗珍，正滿臉期待咁望住我。佢哋身邊嗰班黃董李總亦都面帶微笑，舉起咗酒杯。我走到舞台中間，司儀將麥克風遞俾我。我清咗清喉嚨，忍住興奮話：今日係我呢一世最開心嘅一日。我嘅孫女欣如考咗入港大醫學院。台下又係一陣熱烈嘅掌聲。我笑住轉身面向同樣走上台嘅欣如，佢企喺我面前，低住頭，我睇唔清佢嘅表情。欣如，阿媽為你驕傲。我講住，準備將嗰個代表住我全部心意嘅紅包遞俾佢。呢30萬係阿媽俾你嘅升學禮物，希望你將來喺港大好好讀書，將來做個好醫生。我嘅話仲未講完，欣如突然撲咗上來，緊緊抱住我。佢嘅身體喺發抖，抖得好犀利。我以為佢係太興奮，仲想拍下佢個背安慰佢。就喺呢一刻，一個帶住哭腔、細細聲似蚊子叫嘅聲音鑽入我隻耳仔，每一個字都似一根冰凍嘅針扎入我個腦入面。阿媽，對唔住，都係假嘅。你快走，剪千祈唔好拎出嚟。我個腦轟一聲，瞬間一片空白，時間好似喺呢一刻停咗。我抱住圍入面瑟瑟發抖嘅孫女，手入面拎住嗰個滾燙嘅紅包，僵喺舞台上。假嘅？咩係假嘅？升學係假嘅？定係呢一切都係假嘅？喺咁高級嘅尖沙咀海景酒樓，喺咁多貴客面前，呢場我以為嘅榮耀，竟然係假嘅。台下嘅音樂仲喺響，掌聲仲喺繼續，個仔同新婦期待嘅笑容仲掛喺臉上。我見到佢哋，再望下懷入面嘅孫女，一個可怕嘅念頭似閃電咁劈中我。我唔可以倒下，我唔可以喺呢度擋住咁多人嘅面，丟晒我哋吳家嘅臉。幾十年喺香港街市摸爬滾打嘅本能，讓我喺嗰0點幾秒嘅空白之後，做出咗最快嘅反應。我緊緊捉實欣如嘅手，示意佢放開我。然後我突然捂住自己個胸口，身體晃咗一下，對住麥克風發出痛苦又急促嘅喘息聲。哎呀，我太開心啦，心口好悶，唔得啦。我嘅演技恰到好處，又可以表達極度嘅喜悅，又顯得情況好危急。台下一片嘩然。志豪同麗珍臉上嘅笑容僵咗，佢哋連忙衝上台。媽，你點樣啊？志豪扶住我，臉上滿係焦急，但嗰種焦急嘅眼神深處，我卻見到一絲閃過嘅惱怒同不耐煩。快送我返屋企，我要食藥。我氣若游絲咁話，一隻手死死捉實嗰個裝住30萬現金嘅手袋。媽，使唔使叫救護車？送你去附近醫院。麗珍問。唔使，老毛病啦，返屋企躺下就好。快！我用不容置疑嘅語氣命令道。佢哋唔敢違逆，喺呢種人命關天嘅時刻，喺所有賓客嘅注視下，佢哋只能扮演孝子賢婦。志豪同幾個親戚手忙腳亂咁將我扶落舞台，穿過驚愕嘅人群。我經過欣如身邊時，見到佢喊到淚流滿面，嘴唇喺度戰，滿係絕望。我冇望佢，亦都冇望我個仔，淨係低住頭，被人簇擁住，似一個敗走嘅士兵，逃離咗嗰個我曾經以為係榮耀巔峰嘅戰場，嗰間尖沙咀嘅海景酒樓。坐咗返屋企嘅的士，送尖沙咀開去將軍澳，我靠喺後座，閉住眼，一句話都講唔出。親戚喺旁邊關心咁問緊咩，我聽唔清，亦都冇力氣回答。我個腦入面淨係欣如嗰句說話，似魔音咁，一片又一片重複，都係假嘅。快走！車窗外嘅香港街景飛快向後退，嗰啲繁華熱鬧
而家睇起身都咁虛假。返到將軍澳嘅海景單位，親戚們幫我倒咗水，安頓好我，先一步三回頭咁離開。空空蕩蕩嘅客廳，淨係得我一個人。落地窗外嘅維港夜景好靚，但我一啲都欣賞唔到。我攤坐喺沙發度，嗰件紫色絲絨旗袍，而家住喺身上似一件冰凍嘅盔甲，又硬又沉。我將嗰個大紅包放喺茶几上，鮮紅嘅顏色似得我隻眼好痛。我通頂冇睡，我似一個偵探，將我呢幾日經歷嘅所有細節，一片又一片喺腦入面回放拼湊。個仔異常嘅熱情，辛苦誇張嘅吹噓，嗰班陌生嘅大老闆賓客，孫女蒼白嘅臉同驚恐嘅眼神，最後就係嗰句都係假嘅，一塊塊碎片拼湊出一個我唔敢諗，但又清晰到不得了嘅輪廓。呢個唔係一場升學宴，呢個係一場呼，一場演俾嗰班投資人睇嘅呼。我嘅孫女，我嘅驕傲，甚至係我呢個老母親，都只係呢場呼入面嘅道具。而我準備拎出嘅30萬，或者就係呢場呼嘅畫龍點睛，用嚟證明我個仔家底雄厚，家人全力支持嘅鐵證，等佢喺香港嘅生意可以呃到投資。呢個認知比用刀剜我火心仲痛。我呢一世最看重嘅就係面子，最驕傲嘅就係呢個家。喺香港呢片地方，我辛辛苦苦幾十年，就想等家人可以體面咁活下去。到頭來，我引以為傲嘅個仔，卻將我最在乎嘅面子同我自己一齊打包擺喺舞台上，當成佢換取利益嘅籌碼。天快光嘅時候，我感覺自己好似死過一次，又活返過來，冇眼淚，心入面係一片死寂嘅荒原。窗外嘅香港慢慢光咗，新嘅一日開始咗，但我嘅人生卻好似被狠狠按咗暫停鍵。第二日上午，我正準備去廚房倒杯水，手機響咗。我拎起嚟一睇，係志豪發過嚟嘅一長串信息。我火心猛地揪緊咗，我顫抖住隻手打開嗰段文字，似淬咗毒嘅利刃，徹底捅穿咗我最後一絲幻想。媽，你尋日係故意加嗎？你就唔可以配合演員咩？啊，就差最後一步咋，嗰班都係我嘅投資人。我同佢哋講屋企全力支持我嘅新項目，我個女聰明過人，考咗入港大醫學院，你呢個做阿媽嘅仲會拎出30萬支持，所有人都信咗，就等你嗰個紅包。點知你倒好，擋住所有人嘅面裝病走咗，而家全部被你搞砸咗。你知唔知我為咗做呢個局欠咗多少高利貸？我間公司早就空殼啦，喺香港混唔落去啦，全靠呢筆投資款翻身。而家投資人覺得我哋屋企有問題，全部走晒，我死梗啦。仲有，你以為欣如真係咁犀利？佢根本冇考到，佢嗰成績可以入香港嘅私立大專都算好彩啦。佢復讀唔使錢咩？補習班一年要10幾萬，喺香港補習咁貴，你以為好容易咩？你而家開心啦，你毀咗我，毀咗我唯一嘅希望啦。我拎住手機，反反复复讀住嗰段文字，一片、兩片、3片，直到每一個字都似烙印咁刻入我個腦入面。我徹底傻眼咗，原來真相遠比我想象嘅仲要醜陋，仲要不堪。我一世嘅驕傲，我對住老爺子排位炫耀嘅榮光，我嗰個天才孫女，全部都係一個徹頭徹尾嘅笑話。而我呢個可笑嘅阿婆，差啲就將自己最後嘅養老錢開開心心咁送上去，為呢個巨大嘅謊言加添最真實嘅一筆。喺香港呢片我奮鬥咗一世嘅地方，被自己最親嘅人呃得體無完膚。手機又響咗，係辛苦麗珍。我麻木咁接起電話，另一頭轉過嚟嘅唔係問候，而係歇斯底里嘅喊同指責。媽，你到底想點啊？志豪快被嗰班收數嘅逼死啦！我哋喺香港混唔落去啦，我哋屋企要破產啦，都係你尋日唔肯幫手，嗰30萬你拎出嚟會死咩？嗰本來就應該係我哋屋企嘅錢，你呢個老東西心點可以咁狠啊？喺香港生活咁爛，你就唔可以體諒下我哋咩？啪一聲，佢掛咗電話。
我坐喺嗰度，好耐好耐都冇喐。客廳嘅陽光照入來，好暖。落地窗外係靚麗嘅維港風光，但我卻覺得全身冰凍，由內到外冇一絲溫度。羞恥、憤怒、悲痛，各種情緒似潮水咁衝上來，最後都變成一片死灰。我呢一世喺香港辛辛苦苦幾十年，到底為咗咩？嗰日下午，我冇喊，亦都冇鬧，我異常平靜咁換咗件衫，走入臥室，將嗰個紅色嘅剪袋，連同我件只住過一次嘅紫色旗袍，一齊塞咗入衣櫃最深處。然後我走出屋企，去咗附近嘅銀行分行。我冇去存錢，反而找咗大堂經理，查詢咗香港最複雜、最穩妥嘅財產信託業務。我將我名下所有嘅資產，包括呢30萬，同埋我而家住嘅呢套將軍澳海景單位嘅產權，好彩當年買樓時，我堅持寫自己個名，全部放入信託入面。受益人係我自己，執行人係銀行同律師。呢個意思就係，只要我仲喺生，除咗我自己，冇第二個人可以動用呢筆錢一分一毫，就算喺香港，都冇人可以強搶我嘅財產。辦完手續，走出銀行，外面嘅天好藍，香港嘅街頭依然繁華。我突然覺得壓喺心口幾十年嘅嗰塊叫面子同驕傲嘅大石頭，好似一下子被搬開咗。雖然心入面空空蕩蕩，但人卻從未有過嘅輕鬆。幾日後，一個瘦小嘅身影出現喺我屋企門口，係欣如。佢將臉蠟黃，眼紅腫，見到我，撲通一聲就跪咗落嚟。阿媽，對唔住你。佢喊到收唔到聲，係老豆，係佢逼我嘅。佢話如果我唔配合佢，佢就去跳樓，就將我哋喺香港嘅樓賣咗抵債。我好驚，我真係唔知點算。我望住跪喺地上抖成一團嘅孫女，心入面最後一絲怨恨都消失咗。佢都係呢個騙局嘅受害者，甚至比我更痛苦。喺香港呢個壓力咁大嘅地方，佢一個細路仔承受咗太多唔應該承受嘅嘢。我將佢拉起身，抱住佢，慢慢拍住佢個背。傻細路，呢個唔係你嘅錯。我話阿媽唔怪你，你可以喺最後一刻同我講真相。阿媽已經好感激你啦，你救咗阿媽。呢一刻我知道我同呢個孫女之間嘅親情係真嘅。無論喺香港經歷多少欺騙，呢份血濃於水嘅感情永遠都唔會假。又過咗1個禮拜，走投無路嘅志豪終於上門咗。佢冇咗之前嘅理直氣壯，整個人憔悴到似老咗10歲，西裝皺巴巴，眼窩深陷。佢一入門就跪喺我面前，喊到收唔到聲，摑自己巴掌，話自己唔係人，係畜生，求我呢個做馬嘅救佢，救佢喺香港嘅呢條命。我望住佢，呢個我用一世心血養大嘅驕傲，而家似一灘爛泥咁攤喺我面前。我冇心軟，亦都冇憤怒，淨係覺得無比悲哀。喺香港呢片充滿機會亦都充滿誘惑嘅地方，佢最終都係迷失咗自己。我鬆銀包入面拎出2萬蚊，放喺佢面前嘅茶幾上。呢2萬蚊係俾欣如嘅補習費。我平靜咁話，等佢好好讀書，喺香港考間正經大學，唔好再走你呢條歪路。志豪抬起頭，驚訝咁望住我，又望咗望嗰2萬蚊，眼神入面閃過一絲貪婪同失望。媽，不夠啊！嗰班高利貸喺香港欠高利貸，佢哋會要命㗎。講係你嘅事，唔係我嘅事。我打斷佢，從今日起，我淨係為自己活。我嘅錢，我嘅樓，你一分一毫，一磚一瓦都唔好再諗。你好自為之啦。喺香港，路係自己揀嘅，後果都要自己承擔。講完，我打開咗門。之後，我聽講志豪嘅公司破產咗，佢賣咗車，周圍躲債，喺香港混得東躲西撞，再也冇臉聯繫我哋。我賣咗將軍澳嗰套令我窒息嘅海景單位，喺沙田一個安靜嘅居屋區，買咗一間細細嘅陽光充足嘅單位。我用我嘅養老金過起咗真正屬於自己嘅生活。我報咗社區嘅國畫班，養咗一隻貓，每日去沙田公園散步，同新至嘅老姐妹一齊去茶餐廳飲茶傾偈，
日子過得清閒又安靜。欣如每個週末都會過嚟探我，有時會送佢住嘅地方坐地鐵過來，我哋祖孫倆一齊煮飯，一齊傾偈。佢會同我講學教嘅事，我會教佢一啲做人嘅道理。我知道佢會走一條同佢老豆完全唔一樣嘅正直光明嘅路，喺香港呢片土地上靠自己嘅努力紮穩腳。我72歲，喺香港經歷咗一場天大嘅騙局，失去咗我引以為傲嘅個仔，卻找回咗自己。我終於明白，真正嘅面子唔係來自仔女有多出色，家庭有多風光，喺香港有多體面嘅住所。真正嘅面子係你可以掌控自己嘅生活，守住自己嘅尊嚴，唔依附任何人，亦都可以喺香港活得抬頭挺胸。呢份安寧同獨立，千金都唔換。朋友，金鳳阿媽嘅故事就講完啦。呢個故事係咪亦都令你心入面五味雜陳？我哋總以為為仔女付出一切係天經地義，將佢哋當成自己人生嘅全部。但現實有時會話我哋知，最親嘅人傷你可能亦都最深，尤其喺香港呢個節奏快、壓力大、充滿誘惑嘅地方。你有冇試過類似嘅經歷，或者對親情同金錢嘅界線有自己嘅睇法？歡迎喺下方評論區分享你嘅故事或者想法，等我哋一齊傾下，喺複雜嘅人性面前，喺香港生活嘅老人家應該點樣守住自己嘅晚年幸福？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故事觸動咗你，請你俾個讚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可能都需要呢份提醒嘅親朋好友。記得訂閱我哋嘅講天講地講半生，我哋下個故事再見。